提醒民众坐车位明仔载开始会有新的制度。交通部宣布 T-Pass 2.0再升级，民众若搭国道客运长途的会有优惠。而且为着提高运量，台铁为12月23开始，有100多班火车会调整发车的时间。 台北火车站假日人真多，有外国游客也回乡出佚佗的民众。也若坐台铁通勤的乘客要特别注意啊！对12月23开始，台铁要大改点，这摆改点总计有111列次的列车会小可调整行车的时间，其中有15列次变动会超过5分钟。因为早上要上班嘛，改点要注意看。 改点最主要的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提高我们的运能。那我们是希望用比较大的编组，3天型的编组嘛，来疏运旅客，可以吸收更多的通勤及去花园游玩的旅客。 除了台铁以外，交通部宣布对12月7开始 T-Pass 2.0再升级，民众每个月坐91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，包含西部70公里以上，也有东部国道客运路线，2摆就使送15%坐车金额，也若是坐4摆就使送30%。鼓励大家不要再开车吧，对吧？不然国道越来越塞。 另外，台湾今日数据受到无同天气系统的影响，尤其是秋冬的期间，东北季风真多，有一寡所在风真透。为着要让民众接收资讯更加清楚，12月起气象署陆上强风特报向订定好正式就线。黄灯代表平均风级6级以上，阵风8级以上；柑仔色灯号代表9级以上，阵风11级以上。若是到红灯，大部分拢代表是风太侵袭，也是登陆的时间，天气危险，爱伫室内避难。 为了要提醒大家不同的风级可能造成的危害，我们也把强风特报做了灯号的分级。我们除了提供县市的资讯之外，我们还会提供每个县市各个乡镇的灯号资讯。12月这项交通新的做法实施，拢甲民众生活甲安全真有关系。无论是通勤族、长途的乘客，也是关心天气变化民众，拢会使好好利用官方平台来查询资讯，互行程更加顺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